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我们筑梦未来国漫有爱腾讯动漫动画公益直播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基晨，传递国漫正能量，一起为爱加餐。今天腾讯动漫带着人气动画《一人之下》、虎妖小红娘以及即将上线的最新动画《琴侠》的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携手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项目，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起推广爱加餐的公益项目。那么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哈，我们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于2008年启动以来呢，通过营养加餐、爱心厨房和营养宣教等方式，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截止目前，项目覆盖了我国17个省自治区、58个市州、111个偏远山区，受益学生超过117.2万人次，为学生提供近6050万余份的营养加餐，配备2182所标准化的爱心厨房。他们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呢，在校期间提供的牛奶、鸡蛋营养加餐，以及为我们贫困地区学校提供的包括有电炉灶蒸饭车、消毒柜、操作台和排风扇等等在内的标准爱心厨房的设备，为项目学校老师、家长、学生开展营养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因此，我们希望借助动画的影响力呢，来带领各位粉丝朋友从动画中感受爱的同时，也能够把爱献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和腾讯动漫一起来加入到爱加餐的项目当中来。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小伙伴可以点购屏幕左下角出现的3元爱心加餐包，这个旁边哈，然后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呢来营养加餐做助力。然后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位琴侠的配音演员为我们来分享琴侠制作幕后的精彩花絮。有请，来，我看到我们有请我们的配音导演腾鑫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配音导演腾鑫。是的，接下来是我们的配音演员李清阳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李清阳。还有我们的严叶乔严叶乔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严叶乔。对，好，那我们就一起登场了哈。这个等了很久了，那我们3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吗？就是说一下，就是没事儿，我们一会儿全聊好吗？反正一会儿就好好的聊一下。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哈。首先，我就摆在最前面的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滕老师，这个最近琴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不是说快播了吗？一上来就这个消息了，好吧？这个当然我们问最重要的了。是吧？那反正快了对，快了，就这么简单吗？太简单了。对，看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有很多这个琴侠的消息不断的在放出。对。那么放出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物料呢越来越充分。大家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离这个上线不远了，要来了，快的，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应该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很委婉哈，很委婉这个那我们刚才也看了，就是一个神展开嘛，是吧？突然间就到现代了。对，那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应该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部这个目前还蛮就是特别神作吧，在我这边的这个片子。对，我需要先卖一个关子，但是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其实是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在秦代的这个时候。然后呢，这个墨门墨家的这个传人莫小雨，就是李清阳配音的这个男生呢，然后在这个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穿越到了现代，然后认识了这个应该是女大学生，是吧？工作了。对，工作了这些都是能聊的吗？能聊能。我这还想胡说八道一下。对。然后呢，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在后边呢，这个动画的这个第1季的后半部分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不能说，但是等上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以为讲到结局了呢。是。那和之前有啥不一样吗？就因为之前不是有好多作品吗？这部作品中，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它是有浓重的这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蕴含在当中，而且里边有这个
墨门的很多的思想，对，包括还有一些当时还原墨门的一些发明创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包括在一些古代的人物的一些出现，能让大家更好的通过动画的方式去了解当时的这段历史。然后呢，包括像莫小雨来到了现代，和现代人去接触，发生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也是古代与现代的这个思想或者生活的不同的一些碰撞，还蛮有意思的啊。好的，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哈。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叶乔哈、青雅都在现场哈。我们有一个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哈，就是听说这个配音工作不容易啊，就是男女主角是一起进棚录制的嘛，是吧？还有就是爆料说您让他们脱稿是怎么回事啊？对，其实因为我觉得这动画嘛，因为我们拿到的基本上都是从分镜的这样。怎么有叹气的声音？我听到那很不满是吗？没有，对，这是历练啊，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我很满意的。虽然很辛苦，但是值得。对，因为像这部片子也是相当于是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个国漫的这个比较主要的角色，那么也是给了他们一次机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这部作品我是想做一个尝试，就是让演员们去把台词完全的消化掉，然后尤其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很多，这样的话可以在完全消化掉台词的这样情况下去进棚完全的表演。就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对，就是相当于真的把录音棚变成了一个这个演出的现场变成了一个舞台，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就是飙戏这样的感觉。而且在这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俩也是完成的很好，在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火花，创造了很多火花。好，那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场体会一下这个火花啊。好，那这个今天哈，老师也知道我们是这个爱心公益直播嘛，然后老师平时做不做公益呢？有在参与一些，就是其实像我们这行业会做一些这个公益读书啊，就是跟我们这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有些时候或者在一些这个就是捐款啊或者赈灾的时候，也会去做一方面这样一些活动，会去关注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够，那以后可能会想去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事情。如果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层面上能去有很大的帮助的层面上呢，可能希望也能做更多。就是力所能及，然后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对，太好了。好，那我们把这个镜头哈转给我们第二位啊，今天这个当事人啊，当事人之一啊，当事人之一哈，我来踩一下哈，当事人之一呢，这个我们要问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这回为男主配音嘛，对吧？对。然后莫小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他的身份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能不能也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在他们在秦朝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是其实挺俏皮的一个孩子，然后有点小心机啊、小心思啊，挺机灵的一个孩子。但是你到穿越之后，他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然后谁都不认识，然后流落街头，就真的无亲无故，那个无依无靠那种。他其实对这个现代这个世界很朦胧、很迷茫，因为就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真的流落街头，惨的人真的是融入了哈，确实是融入了，确实融入了一些。等一下中午出去我们吃顿好的啊，是吗？太好了，谢谢滕老师。是怎么是之前甚至没吃好的是吧？可能是录音的时候就不给他吃，要找要找这种流落街头的感觉。所以说他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然后供他吃，供他穿，供他，是吧？红心，就其实所以说他莫小雨对红心还是蛮依赖的，就那种感觉，就突然找到一亲人一样。对，其实有很多梗都是在不能说。不能说，那你提什么呀？我卖个关子，对，好的，所以引起大家的兴趣。希望大家去多多关注《秦侠》这部剧，也多多去了解，莫小雨和红心之间的种种关系啊，种种的故事，火花，对，火花，这就把大哥忘了，大哥好。这样吧，我们还是问一下哈，我们就是那个红心啊，就是包括红心这个角色，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叶乔老师。红心就是一个大城市随处可见的这么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也不算普通，他的职业不是那么普通，卖个关子。然后呢，就是机缘巧合之下就
捡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两人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故事与火花。然后红星她本人呢，是一个比较大咧咧的、有点粗线条的这么一个女孩。然后我其实还挺欣赏她的，因为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特别的乐观。这点我觉得世人都会很喜欢。啊，对。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有一些忠告啊，能够给到大家，给到每一位我们可能想要配音，或者说是已经在配音从业者这个一些忠告，送给他们好吗？我觉得如果说正在从事配音这个职业的小伙伴们，我想说，快跑，不要放弃，快跑吧，快跑吧，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住。然后，如果说你心中还有梦想、还有期待的话，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我就坚持到底也。突然卖了个萌，听了，对，被可爱到。好，那叶乔。一个是刚才青阳说的坚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从事这一行，可能得不要脸。哎，这个点就是你进了棚之后，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一定要是把自己破开之后，去成为你要配的那个角色。对啊，一个是坚持，一个是不要脸，然后第3点就是坚持不要脸。大家都好深邃啊。那最后我们一人就用一句很艰难的话来安利一下这部作品嘛，好吗？来，安利。好，秦侠一定要看，好看，不光有古代，还有现代，什么都有。这一句话够长是吧？好，对，场面声势浩荡，打斗激烈，一定要去看。对，情节紧凑，跌宕起伏，记得追番。怎么感觉这是哪儿准备的好的台词吗？看到这个点赞、评论、转发3连。点赞、评论、转发。好，那这个我们也聊了很多哈，聊了真的很多。那我们觉得好多小伙伴已经对我们的这个星侠有很浓厚的兴趣了哈。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片段了呢？是不是有现场的配音呢？来播吧，来，就说上就上了是吧？我们也看啊，一起看啊，是吧？整吧，还得配音啊，还得配音啊，我们白来的呀。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放片段了，好吗？好的。好，那有请我们3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秦侠的片段配音，来有请。红线啊，动作潇洒一点，我们的预算有限，争取一条过。导演，你就不能用替身吗？我从来没试过。OK， 飞起来呀，飞起来，飞起来呀！完蛋啦！小雨，混蛋，是哪一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让你不要跟着我吗？可是欣姐，你有危险啊！这些是什么人？为何要害你？里面的小子，是你干的吧？谁让你进来的？导演，不好意思啊，是我认识的人，他刚从乡下来，他没有见过世面。什么没见过世面？你没见过世面吗？规矩你懂不懂啊？还想不想干了？欣姐，这个就是头目吧？我来解决他。我这个手不是这样的，你别乱来。你小子想干什么？胆子不小啊！有种你过来！我当年打败乡下无敌手，不怕虎啊！导演，干什么？你看，你别在
在这捣乱了，这是拍戏，你懂不懂？拍戏假的。可是，总之你赶紧离开这儿，别再给我找麻烦。是。那欣姐，那个头目不是头目，别说了。喂，小老乡，想不想拍电影啊？小雨，这是我们墨家10代相传的玉镯，戴上它，能否成功，只有看天命了。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对大哥的能力绝对有信心。记住我说的话，只当是沉沉睡了一觉。世间对你，不过是白驹过隙，短短一瞬。等你醒来时，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哇，太棒了！喜欢，我最喜欢看这种片子了。有意思吧？前面的那个片段应该也是第一次放出吧？是吗？是第一次吗？对，是吗？对，是吗？是吗？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莫小雨大闹片场，哎，比较开心。我最喜欢看这种情节了。对，想不想拍电影啊？好快乐啊！就是，但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啊，刚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其实是赚到的，因为我们这个刚才都是现场配音，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聊了啊，这个配音也配了，那是不是要送福利了呢？哦。啊，想不想送福利呀？送福利是啊，然后是这样哈，我们很简单，我们就3位老师一人给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来出一道简单的问题，好吗？然后让我们观众现场来答出来，通过弹幕来回答，然后呢，我们就抽出幸运的观众，然后呢，我们就会送上啊，我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哈。首先是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礼包哈，以及还有我们3位老师的签名啊，这个这个签名。我这个私藏在这个地方哈，对，就是它了哈，就是到时候用这个签哈，就用这个签，然后就是来呗，我们先谁先来？那我先来吧。好，出一个难点的。好，那我在琴侠动画中为谁配音呢？哇，这好难啊！哎，没有，我只说了一次，我特别鸡贼，只说了一次我的名字。是不是还是多说几次会好一点呢？就从动画的宣传力度来说。对，那大家我们这样哈，我们就我们先想一下哈，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先想一下，然后我们先出第2道问题。第2个问题啊，我想想，就是在刚才放出的 PV 当中，这个故事最开始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大家想一下哈，赶紧想一下。好，那滕老师。哎呀，前面的这2个问题太简单了，我得出一个特别难的，对吧？要不然这个太容易了，这个得到了之后也觉得没有那个感觉，是不是？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那我就出一道最难的吧，就是《琴侠》这部动画。将会在哪个平台独家播出呢？这个好重要啊！吓死我了！我以为问琴侠这部动画叫什么名字呢？漂亮，漂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首先问第1道哈。首先是我们的青阳老师配的是哪个角色呢？大家可以先刷起来。我们说3、2、1，然后我们滕老师来说停，好吗？青阳来说停吧。青阳先说停哈。来，我们大家刷起来，3、2。我们再说一遍哈，我们的青阳老师，我们的李青阳老师来为我们这个配的是哪一个角色呢？我们准备3、2，很神秘。哎呦，我都来不及了。好，来，我们恭喜啊，在我们截图当中啊，我们的看一下。也是中间有个小字的，中间有个小字辈哈，叫应小月啊，叫应小月。然后恭喜这一位，然后希望我们把这个你的地址哈，然后发给我们的官号，我们的官方微博啊。你再把答案重复一遍。在琴侠动画中，我为莫小雨配音。莫小雨，对我们这个应小月同学哈，这个好。我们下一位。
下一道题。重复一遍是吗？重复一遍好吗？就是在我们的 PV 当中，琴霞的故事一开始发生在哪个朝代？哎，哪个朝代呢？是我们的叶乔来送上的问题。哪个朝代呢？我们3、2、1啊，准备。你还数3、2、1吧？好，3、2、1。哎呀，吓死我了！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是哪位中奖了呢？是我们的破烂仙人，他叫做破烂仙人，他回答是秦朝，对吗？对的。对的，恭喜恭喜！好，那不要忘了哈，我们这位破烂仙人啊，记得把我们的地址来发到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微博里面去啊，微博的私信里面去哈。然后刚才其实啊，我面对这个滕老师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很多人回答的是有一些小出入的。对，我刚才有看到，有偷窥到这个弹幕啊，对，大家有提前回答的，但是，大家要听仔细了哈。对，琴霞的这部动画是在哪个平台独家播出？独家播出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大家看到了那个提示一下。对，好，那我们就准备刷了哈。好，然后大家把答案啊，我们究竟啊这部动画是在哪个地方独家播出呢？来。好啊，已经有零散散的正确答案哈，来3、2、1，停。好等看一下啊，恭喜哪一位？这是哪一位？这个啊，千叶啊，是我们的哔哩哔哩独家播出。对，我们这一回是有点就是独家嘛。对，所以说大家一定啊。这个到时候这个档期定了的话，对，不要选错地方啊，一定要找好地方，知道是在哔哩哔哩上独家播出，大家到时候看啊。对的。好，那我们这个送上了礼物哈，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一回也是我们的公益活动嘛，也是我们的这个爱加餐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呢，点击我们屏幕左下角出现的3元爱心加餐包啊，大家会看到那个小小的加餐包，还有那个上面还有一个标啊，点哪个都没关系，反正就点那个左下角就行了，就瞎一通乱点啊。然后呢，对，点上以后呢，可以为我们的这个贫困地区的小朋友营养加餐助力，让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喜欢平时看动画的，我们喜欢我们这个腾讯动漫的人，我们这个爱在哪里？然后呢，接下来啊，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是公益活动，我们希望3位老师能够一人来送上一句为我们的这个山区的小朋友，我们现在说小伙伴嘛，然后来加油助力的话，好不好？好，一人说一句。从滕老师，要不？那我在片中呢是为这个莫小雨的哥哥莫太乙配音啊。乐善有恒，大爱无疆，温暖如一生平安。哇，一生平安哇！对，一生平安，对，这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祝福。对，是。好，那我们下一位。那我用莫小雨的，为什么笑？来，感谢你们，让小伙伴们跟我一样不会饿肚子了。好的，我是个吃货。来我们的叶乔。筑梦未来，国漫有爱，让我们一起为爱加餐。哇，这个是有力度的。但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虽然这3句话并不会直接的，就可能山区的小伙伴们、小朋友们不会直接在那边看哈，但是我觉得呢，一定可以传达到的，而且他们以后呢会渐渐的发现我们都在做，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传播的活动嘛，是把这份心意传播到大家身上，然后大家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可以传达到每一位我们的山区的小伙伴、小朋友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哈。好，那我们这样哈，我们这一回呢，我们也要宣传到我们这个琴霞这部作品。那我们先来看一段 PV 吧，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琴霞的 PV。有请。
全都是一派胡言。要靠这些书，我大秦怎能一统天下？向陛下献长生不死药。夫人，不好了，门口！在下关内侯王仲，奉命来接夫人进秦都。嫂嫂，我要跟你一起去咸阳。接下来，就请您为陛下试药了。草民莫小雨。愿为陛下试药。记住我说的话，只当是沉沉睡了一觉。等你醒来时，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嫂嫂，有钱的花开一朵，故事都变成传说，埋葬在陵墓之中的星火，天意弄人的取舍，毫无后悔的抉择，多寂寞，悲欢离合，所有茫然于世。你难道真是从古代穿越过来找你嫂嫂的？穿越？他是个不祥之人，会给你招来厄运的。难道说是？怎么又回来了呢？刚才是说，对，因为我们在线下想啊，说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呢，就是虽然大家看到了这个秦霞的这个画面，也看到了我们现场配音的这个新的片段，但是呢，大家关注的一个消息啊，就迟迟的得不到我们的这个反馈，所以我们在后台呢，这个积极的去跟我们的这个幕后黑手们去争取、去聊天，对，去沟通，终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准确的，难道是期待已久的消息？对，就是钟啊，就是还是不说了吧？什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那就是我们秦霞动画呢，将于10月份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请大家一定要收看，在哔哩哔哩一定要看，独家播出。而且重点是10月，对不对？10月，下个月的时候了，很快了。哇，那今天是9月9号，对，马上就可以看到。对啊，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没错。快乐，期待一下吧。对，大家可以看到了。那我觉得还是那个，我刚刚看那个配音的片段，我就觉得看他，对。我这边
我觉得想说的是，其实我一直也是一个超级英雄迷。对。然后像以前的话，就是有看什么钢铁侠啊、超人啊什么的，我觉得哇，国外都有这个他们的这个超级英雄。我说什么时候，哎，中国有我们自己的超级英雄？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对，就是我们的莫小雨，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琴侠，也是我们的兵马俑侠。哎，对，是从古代利用兵马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穿越到现在，然后成为了我们的这个国漫当中的超级英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国漫的第1位超级英雄。是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其实呢，这一次也是我们的筑梦未来国漫有爱腾讯动漫动画公益直播嘛，就是我很开心哈，这一回能有请到了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座的，比如说我们的腾讯老师啊，李清老师，还有我们的严叶乔老师啊，一起来陪伴我们度过这个美好的早晨。然后呢，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骄傲吧，因为我们动画。因为我们自己一直是2次元的人嘛，然后我觉得我们看动画的人居然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有关于爱的活动，有关于公益的活动，真的是太好了。其实动画就是传播、分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呢，不光是通过作品当中的内容去分享，那么我们在公益的活动当中，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让更多的这个红河山区的孩子们，大家能吃好、穿好、过好幸福的日子。我希望能不断的去传播爱，传播正能量。像腾讯老师长得这么高，真的有一副好身体啊！好身体。好，那感谢大家在屏幕前的守候和观看，筑梦未来国漫有爱腾讯动漫动画公益直播就到此结束了。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吧，好吗？大家拜拜拜拜，记得收看《琴侠动画》。对，琴侠，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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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